姑妈，她不会回来了。她现在肯定抱着七妈在哭呢。唉，早知道这样，就不该让她上那个节目。有了七妈，谁还会要你这个养母啊？你不是白白养了20年吗？啊，自己生的被烧死了，捡来的又跟人家跑了，结果到头来呢，老了还是没有人替你养老，这不是亏大了吗？瞎说什么呢？我有说错吗？四月，你回来了，妈，来，快坐下吃饭吧。四月，你那个妈妈呢？她在医院里，医生说她身体不好，不能受刺激，我就先回来了。所以她真的是你亲妈吗？验过了吗？DNA 的结果还没出来，但是血型是一样的。四月，别想那么多了，来，四月，来吃菜。四月，你怎么了？妈，原来我不是被丢掉的，我是自己走失的。我从小到大一直耿耿于怀，怕是我亲生父母因为我是女孩，或者因为家里穷才把我丢掉的。原来我不是，我是自己走丢的。他们并没有丢掉我，我并不是没人要的孩子。好了好了，赶快吃饭吧，不要把气氛搞成这个样子嘛。来，多吃一点。来，傻孩子，你怎么会没人要呢？不管你找得到找不到你的亲妈，妈永远都陪着你。来，吃饭吧。来，多吃点菜啊。下周音乐台有个颁奖典礼，龚总监本来想让你去的，我说你很忙，直接帮你推了。现在换我了。喂，龚总。下周我原本有事的，但是现在空出来了，所以音乐台的颁奖典礼我可以准时到，这是应该的，不用谢。拜。你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听到的意思。别怪我没提醒你，这东西还在我手上。所以呢？所以，你不怕我告诉所有收 time 的人吗？你去告诉他们啊。告诉之前记得把照片擦干净。拜拜。我可真去了啊！哎，你不怕？一张破破烂烂的照片有什么可怕的？上次管用，这次就不管用了。小韩哥，你的衣服给你拿来了。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虽然没有确定，但是告诉你也没关系，我可能找到我的亲生爸妈啦。真的？血型一致，而且很多细节都一样，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了。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所以啊，小韩哥，我要拜托你一件事。什么事啊？是这样的，我这不发工资了吗？所以啊，我想请我妈妈、姐姐去大吃一顿，把20多年没有吃过的好东西全都吃回来。所以小韩哥，我想跟你借一下你们餐厅的 VIP 折扣券。折扣券？折扣券已经没有了。啊？要不这样吧，你看你什么时候想去吃，跟我说，我待会儿打电话跟餐厅交代一下就好了。真的吗，小韩哥？那我到时候跟他们就提你的名字，那他们肯定会说，4月啊，你竟然认识这么厉害的人物。恭喜你了。早上好。怎么了？阴云密布的。
什么呀？你看，口腔上皮细胞不一样。我就说吧，所以说嘛，为什么不去做完检测再来呢？害得我们大家都白高兴一场。你们说，谁去告诉4月呢4月在哪儿？去老太太那儿了。我去吧。林伯母呢？你去吧。啊？喂，你是不是男人啊？你去。你们都别说了，我去。谢谢啊。哟，你们姨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对不起，那家人不是4月的亲生父母。节目想知道一下，这2个人到底是不是母女关系？能帮我加个急吗？好的。谢谢啊。记得到费县来看我们。一定。再见。拜拜。拜拜。再见。你好，请问有预定吗？免4月。4位是吧？这边请。
这边请。谁的衬衫放在角落忘了熨它，不必一再去逞强，也是种解放。小姐，请问要先点菜吗？谁的笔下写了关于谁的愿望？我要这个。好。还有这个。好的。如果你不是信仰，请问需要等人到齐了再上菜吗？现在就上。好的，请稍等。你会不会对一个人去小姐，您的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你会不会对伤的痛的不再隐藏？关于你100种想象，印在谁的过往，最后选择遗忘。你会不会去那个你曾说的地方？你会不会为爱你的人选择退让？像一个追风筝的人，紧握不放。谁的歌曲提醒谁的念念不忘？谁的衬衫放在角落忘了熨它？不必一再去逞强，也是种解放。我可以坐下吗？谁的笔下写了关于谁的愿望？谁不也曾原谅太多不能原谅？如果你不是信仰，还有什么不能放？你会不会对一个人去卸下伪装？你会不会对伤的痛的不再隐藏？关于你100种想象，真对不起来，双阳哥，我又弄脏了你一块手绢。没关系的。秦汉哥，你说我的家人到底在哪儿啊？我好想他们。放心吧，你一定会找到自己的亲人的，而且他们一定跟你一样，在着急的找你。别哭了。要不这样吧，你赶快吃一点，待会儿我带你去琴房，弹首你喜欢的曲子给你听。爸，我想问您一件事。什么事儿啊？当初您和我妈领养我的时候，我是被遗弃的，还是父母双亡？哼，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您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吗？我只知道他们都死了，其他的都不清楚。都死了？那就是双亡了。爸，那福利院有我的档案吗？我们就是希望啊，领养了这个孩子之后，能不能不让他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你能理解吧？理解，放心吧。啊，谢谢啊。没有档案，他们只是把你放在了福利院的门口。你怎么今天突然问起这个了？是不是做了找妈妈的节目，也想找自己的父母啊？我只是突然想起来，觉得很好奇，就问一下。而且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问过，所以想问一下了。繁星啊，爸爸领养了你，就会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你就是我的亲闺女。我知道的，爸。这么多年，
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要找亲生父母。你跟妈这么照顾我，给我那么多的爱，你们真的就是我唯一的父母吗？谢谢你们。来，想听什么？我弹给你听。你什么都能弹。欢乐颂。停电了。没关系，反正我能盲弹。你别盲弹啊，我有光，能照亮你的生命。电来了，我去倒杯水，你先练一下。女生闭上眼睛，男生应该干什么？萧寒哥难道不知道吗？时间晚了，我送你回去吧。你这是在逃避。这么晚了，你妈该着急了，走吧。萧寒哥，我喜欢你。从你送我那双白足尖鞋开始，你就住在我心里了。终于说出来了。所以，萧寒哥，你对我也有不一样的感觉，对吧？思月，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不要给我发好人卡，不收！不要跟我说年龄代沟，一切都不是问题。我是想告诉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请我吃早饭啊？有什么特别的吗？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像普通情侣一样，很平常的吃一餐吗？我觉得有诈。你就是想要请我吃个早饭，没别的吗？其实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够好？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有些话都不肯跟我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不信任我。我只是希望我们之间可以没有什么秘密。我哪里不信任你了？你在说什么呀？伯母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不管你怎么想，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什么叫把一切告诉你？他说什么了？说你们家有个妹妹走失了，还说你是养女的事。他什么时候说的？就是上次你阻止我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只是想等你亲口告诉我。等我亲口告诉你。我说什么？我要跟你说，我是从福利院领养的孩子，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不知道自己亲生爸妈是谁的野孩子。还是我跟你说，我的养父养母叶广国、崔凤萍有一个女儿，是他们的亲生女儿，找不到了。他们就是因为女儿找不到了，所以不让我结婚，不让我谈恋爱。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刺伤，我不想用这些事情也来刺伤你。而且我之前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对我们公开，不让我妈知道我们的恋爱关系。这个理由实际上是很荒谬的，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都是我的叶繁星。我也知道你有你的苦衷，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希望你不用等太久。都说开了反而好，你也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崔教授，试一下这一套吧。等一下。喂，妈，我现在在买衣服，不想来就来了，不用叫上你。就这样，你不用来了。崔教授，怎么了？我看过你的节目，你也是个孤儿。喂，你好，是叶繁星小姐吗？我是，您是哪位？您上次申请的亲子鉴定结果现在出来了，您可以过来拿鉴定报告书了。方便告诉我结果吗？若曦啊，快来看看你的小妹妹，漂不漂亮啊？好可爱啊！若曦，快让开，哭了，把她带回房间去，快回房间去。好，走喽，回房间喽。不哭。你也是个孤儿，你也有幽闭恐惧症，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得你患病的原因吗？
我妈说，是我小时候掉到枯井里去了。那么早以前的事，你怎么就那么确定呢？妈，繁星姐，你来干什么？妈，爸刚才打来电话，让你马上去参加聚会。你说4月她24岁，那么巧，她也是个孤儿。妈，这天底下24岁的孤儿有很多，但是她也有幽闭恐惧症。可是您刚才听4月也说了呀，她小的时候是自己掉进枯井里，跟妹妹的情况不一样。但你不觉得她的脸很面熟吗？面熟的感觉应该会常常有的吧？妈，您还记得吧？上次我们不是用那个电脑绘画妹妹的样子，那跟4月不像啊。但妈，你也别胡思乱想了。4月已经找到家人了。什么？她已经找到了？对，是费县的一家人，而且基本已经确定了。这对她来说也是好事啊。这叫什么好事？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人家那么简单就找到女儿，我就一直找不到。你还有这功夫帮别人找妈妈？我怎么不见你这样去找你妹妹？如果你真的花心思去找你妹妹，早就找到了。叶繁星，你觉得你做一个寻找亲生父母的节目，就能让你忘记那年夏天你在游乐场做的事情吗？滚开！滚！谢谢肖总。小韩哥，今晚英超联赛，一起喝酒看球吗？今天晚上我要加班。没事儿，正好球赛晚，等你哦。来，玩的哎呀，就是洗成嘛，这就空了都。你得，真是的。哎，喝酒，来，看一个。哎，你看看，又这样，掐断了。他越位，早晚给他坏去。你怎么来了？我约人了。不就约了萧寒吗？知道你还当电灯泡？哎呀，走走走，赶紧走。他不会来了。啊？为什么？他刚刚打电话跟我说，让我来陪你。你来陪我？
该不会误会我跟你？就怪你上次毛手毛脚的，肯定误会我们俩了。误不误会你都没戏，你就别再单相思了，可以吗？你看你一个黄毛丫头。服务员，来一打嘉士伯。您好，小姐，这是萧寒先生给您订的96年的拉菲，希望不久的将来您能找到相亲相爱的亲人。谢谢。你还说没戏，这是没戏的样子吗？都叫我来评事了，还送什么酒？他当男神当惯了是吧？啊，小姐需要打开吗？你帮我打包吧。包什么？打开！啊！快！好。干嘛？谁要开了？我呀。哎，范星啊。哎妈，这么早？你上班啊？是啊，你要出去啊？我去公司。哦，那你一会儿带我一段。我想去学校之前呢，到派出所交一些新档案。警察说这样能重新合成你妹妹的照片，我相信会有用的。啊，我们走吧。哎妈，您看这样好不好？正好我顺路，我帮您拿去吧。您上课别耽误了。那我就直接去学校。你愿意？当然愿意了。一定要今天拿去。放心吧，我现在就去。小心啊。哎妈，不着急走，先吃个早饭吧，我先走了。拜拜。萧寒哥，谢谢你的酒，我做了寿司，在天台等你哦。哎，寿司留下。拜拜。收购新西兰贝斯加乳业公司，为咱们阳光引入全新的绿色业态，从源头上来完善咱们的产业链，这样当然好了。可是现在全世界都在盯着新西兰乳业这块大蛋糕，在这场竞争中啊，咱们阳光可不占优势啊。小韩，你看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喂，你好，好，我马上过去。那个，肖总还有多久能开完会啊？才刚刚开始呢。这样啊，那个，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这个给他？这是什么？你就告诉他是4月亲手做给他的。行。谢谢美女姐姐。哇塞！这韩国不理人的样子也好帅。
妹妹，你都长这么大了，当年我一念之差把你弄丢了，可现在我竟然自己找到了你，这就是命运，是老天要这样惩罚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思月，我求求你，你千万不要想起来过去的事情。你恢复记忆的那天，我们2个人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人受伤。就这样什么都不知道的过一辈子。对不起，思月。哎，繁星姐，思月，繁星姐，你怎么来了？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礼物。礼物？啊，这么贵的包啊！哎呀，我不能要，这太贵了。没关系，我正好有个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摆着也是浪费。你跟我客气什么？喜欢就好了。谢谢繁星姐。来，怎么样？最近工作还顺利吗？心情还不错的样子。挺好的。今天我来是想跟你说一个事儿。我思来想去，觉得自己的确是做了一个蠢事。傅夏骂我骂得对，我就是太自私了。我不应该为了自己要去拿这个奖，就让你来上我的节目。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的节目就不要再继续做下去了。别啊，繁星姐，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我倒是觉得，我不能就此放弃。我是害怕万一这个节目要是对你造成什么伤害的话，我会更加内疚的。哎呀，没事儿，繁星姐，你还不知道吧？我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我想要做的事情呢，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可是，对了，繁星姐，我想问你个事儿。什么事啊？哎呀，是表白失败啊！你说他对我没兴趣吧？他又那么关心我，可他又有女朋友。这种男人浑身禁欲气质，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接过任何女人的电话，连他身边的同事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女朋友。哎呀，你说这什么情况啊？也许他真的有女朋友，但是关系不太好，又不能分手，所以暂时不能接受你的感情。哇，繁星姐，你说的太有道理了。可是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你是真的喜欢这个人吗？哎呦，繁星姐，你还记得我跟你说小时候送我芭蕾舞鞋那个人吗？就是他，我暗恋他10年了，不管他现在跟谁在一起，肯定都没有我爱他那么深。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不要放弃。现在这个时间点，分分心其实很好。找家人急不来，所以面对幸福，需要牢牢把握。我也想把握呀，可是我不会了。其实我刚才听你的描述，那个男生对你不是完全没有好感，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把那一丁点的好感释放成男人心中的火焰。你那么乖巧可爱，绝对没问题。繁星姐，你太厉害了，快教教我怎么搞定男神吧。没问题。想要搞定男神，只有一个秘诀，就是你变成女神。我该怎么做？第一步，
先去购物中心，把你这一身行头全部都更换一遍。来。哇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来来，照下镜子。你看，你现在已经从一个小女孩，成功变成一个小女人。可是繁星姐，我穿这个吃饭都费劲儿。要记住，你不是去吃饭的，你是去打仗的。服务员，买单。这位小姐已经买过单了。啊，繁星姐，这么贵？什么贵不贵的？千金难买你喜欢。繁星姐，你能不能再带我去一个地方？还要买单？肖总，这是今天下午所有的来电记录。还有 VIP 导购部的4月今天来过了，他说这是他亲手为您做的寿司。谢谢。没事，我先忙去了。007，我在餐厅等你。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要还给你。如果你不来，我就一直等下去，不要再叫副夏来。喝红酒的时候要优雅地晃着酒杯，眼睛带着笑的看着他，重点是眼神。一定要营造出眼里只有他的眼神。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然后，装作不经意的撩一下头发，这个动作会秒杀99%的男人。你头发进眼睛里了？不小心把东西掉到地上，他一定会帮你去捡。你也马上蹲下，不小心碰到他的手。你不是说有重要的东西要还给我吗？萧寒哥，你还记得你送我那双白色舞鞋吗？记得。那双鞋陪我走过了最难熬的几年，是我的幸运鞋。现在我也要送你一双鞋，我希望它也能陪你走过最难忘的岁月。你好，来杯美式。好的。怎么样？这件事重要吧？没骗你吧？谢谢。繁星姐，你还记得我跟你说小时候送我芭蕾舞鞋那个人吗？就是他，我暗恋他10年了，不管他现在跟谁在一起，一定都没有我爱他那么深。你给我记住啊，
这个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繁星的，他要什么都可以。我有话和你讲。萧寒哥，从我12岁遇到你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默默发誓，我要成为你喜欢的女生。你善良、正直、有能力，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才能配得上你。因为抱着这样的信念，我才努力坚强的长大，努力不走歪路，努力成为今天的4月。我的人生是为你准备的，我的每个生日愿望都是能再次遇到你。如果遇到的时机不对，那也没关系，因为老天爷已经让我遇到你了。那我剩下能做的事情只有等。其实萧寒哥，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允许我能默默地待在你身边就好。我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你一定能答应我的，对吧？电话响了。喂，你现在可以来一趟 Showtime 吗？怎么了？你不要问那么多，尽快过来。那个，能不能晚一点啊？我现在正……晚上录节目的衣服临时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需要解决，现在立刻，马上。好吧。哎，嗨，你怎么来了？想你啦，我还买了蛋糕。在忙什么？评估项目。我去拿盘子。好。明天有空吗？一起吃饭。难得你约我吃饭，好啊。你想吃什么？还没想好，想好了再说。随你挑。都忘了，先给你倒杯水。对不起，上次是我情绪没有控制好，太激动了。我也不好。伯母跟我说的那些事情，我应该第一时间就告诉你，没顾虑到你的感受，是我不对。生气了？我没生气，那你也别生我的气好不好？我不生气。你会一直这样在我身边保护我吗？我不站在你身边，站在谁身边？
繁星姐，你的咖啡。我的咖啡，无功不受禄哦，所以看样子昨天进行的不错。我也觉得还不错啦。繁星姐，你真的太厉害了！她第一次用看女人的眼神看我，快教教我下一步怎么做。这么顺利啊？其实我教别人一套一套的，但是到自己这儿就不行了。怎么了？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其实我交了一个很多年的男朋友，但是都不能公开。可是我不喜欢这种躲躲藏藏的感觉。我想，也像普通的那些情侣一样，一起出去逛逛街，牵牵手，看个电影，吃个饭什么的。但是都没有办法。为什么呀？还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呢？一两句说不清楚。但是我现在想好了，总是这样忍着也不是办法，所以就算跟大家不公开，最起码在小范围一些很好的朋友之间可以公开啊。比如说像你这样的。真的吗？我算很好的朋友吗？当然了，你是我非常重要的朋友。但是，思月，你要记得，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那当然了，我倒是要看看谁能配得上我们家繁星姐。他帅吗？他呀，气质取胜，高冷。那和我的007刚好相反，他是又帅又感性。看来我们应该不是喜欢一个类型的。一会儿啊，我要好好看看。思月，你怎么在这儿？傅夏，你怎么来了？叶姬姬说要请我吃饭啊，她也请你了。繁星姐说介绍她男朋友给我认识，难不成是你？男朋友？你确定？对啊。哦，对了，我是怕思月一个人无聊，所以把你也叫过来了。哦，等下我男朋友就来了。哎，不是你啊。思月，人家小两口在这约会，你就别闹了。这顿饭明天再吃。哎，不是，傅夏，来都来了，一起吃吧。对啊，来都来了，就一起吃吧。来，嗨。这是我男朋友萧寒，这是我的好朋友思月。这个就不用介绍了吧？萧寒哥，原来你是……啊？你们认识啊？啊，思月就是我说过的那个从小自助到大的小妹妹。小妹妹？哦，我想起来了，原来是思月，这么巧。啊，太巧了！既然大家都认识了，那我们就走呗。走了？哎，别走啊！我点了这么多菜，大家一起吃啊！坐吧。坐吧，坐吧。谢谢。这么说起来，你比我认识萧寒的时间还要更早。啊？也没有了。我和萧寒哥，小学分开之后就再也没见过。我们只是普通同事的关系，也没有很熟。对啊，我跟他就比较熟。哦，对了，思月。
我先走了。思月，你为什么故意那么做？我怎么了？你一向都不赞成公开我们的关系，但是今天你突然这么做，肯定有其他的原因。我的确不赞同公开关系，但是在朋友之间，好朋友之间的小范围公开，是不是还是可以的？如果你想公开关系，我可以配合你。可是你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呢？我只想问你，你是不是知道4月喜欢的人是谁？是你。就是因为这样，你不觉得他早知道早好吗？万一感情投入的更多，那不是更糟糕？你可以有很多的办法让他知道，为什么你要选择这样的方法当面伤害他呢？你觉得我在伤害他吗？我不是在乎他的感受，只是这件事情你可以先跟我商量的。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我怎么会对你没有信任呢？我怎么不信任你了？我只是把我们是恋人关系这件事情陈述出来，我没有多说任何事情，我有问题吗？你没有问题。秦会动手打你的。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4月，好了好了，希涵哥你别说了，繁星姐是我最喜欢的人了，你们两个在一起我真的特别开心。你们两个在一起多般配啊！你们郎才女貌啊，什么比翼双飞了，什么牛郎织女啊，牛郎织女好像不对，总之就是祝福祝福再祝福了。重要的事情说3遍，我弹首曲子给你听。一个人喝闷酒吗？我陪你一起喝。我知道我今天的做法让你不太舒服，但我也有我的理由。我一直都把4月当成最好的妹妹，最好的朋友，就跟你一样。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从小到大那么喜欢的那个男生，你竟然把他当成好朋友，把他当成好妹妹。你真的可以选择用其他的方式，你不需要那么直接的。他就是一个小孩儿，但小孩始终要长大的，不是吗？如果不用这么直接的方法，他不会这么快速死心的。但是只有让他快速的死心，才能对他的伤害最小，对吧？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知道4月喜欢的人是你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我虽然平时看起来很坚强、很独立、很雷厉风行，但是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当我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吃醋，我也会难过，我也会怀疑，我也会心酸，也会不高兴的。但这些所有的情绪，都是因为我太在乎你了。对不起，之前说话说得太重了。我只是觉得，我们2个人相处，应该要有更多的坦诚。没事了，4月也就是个小孩子的个性，很快就不难过了。我跟他说说，一切都会好的。希望他不要太难过。福夏，4月昨天怎么样？你能不要再这样吗？啊？我怎么样了？我知道在餐厅那天你看到一切，你知道4月喜欢萧寒对吧？然后呢？你点到为止就行了。你给他一点时间慢慢忘记不行吗？我在催他吗？还有，你没有工作要做吗？你就这么闲，管这么多事情？我就看不惯罢了。我没办法接受你拿虚伪的那一面来对付朋友。
你第一天见到我的时候就觉得我是这样的人，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你真的不觉得四月可怜是吗？爱情、家庭、事业，你全部都有。四月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家人在哪里。像你这种在幸福家庭长大的小孩，怎么可能会懂我们这种在支离破碎家庭里长大的小孩对感情的渴望呢？你不会懂。对，四月是直接里的，但他不会对你造成威胁。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伤害他了？既然四月这么可怜，你这么心疼他，那你去保护他呀，或者去跟他谈场恋爱，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付夏，去接一趟繁星姐。哎，你不能找别人去吗？你能不能不要让我叫别人去啊？奇怪，我不想见到他不行吗？奇怪，你多见他一点不行啊？去。妈，我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下午有节目，然后我正好抽个空回来换身衣服，我去换了。崔教授，小青物业说了，繁星的车呀把路给挡了，让他挪一下车。他的车不是停在车库吗？就停在门口呢，可能一会儿要出去吧，正好有搬家公司的大车要过。哇，他的东西怎么可以那么乱呢？妈，这个，你就那么不想找回你妹妹吗？不是的，妈，我没有这样。就算是外人，都做不出这种事情来，何况是我，从小把你养到这么大，你简直是忘恩负义。妈，你听我解释，我是想找一个熟识的朋友，可以稍微快一点解决这个问题。再加上我最近几天真的很忙。你忙什么？你忙着跟萧寒恋爱，所以你妹妹的死活就不放在眼里，对吗？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我们跟你没有血缘关系，所以你就这样做，是吗？你自己想想，你小时候在福利院，我们把你领回家，养到这么大，你怎么都应该知恩图报吧，是不是啊？妈，你根本就没拿我们当一家人。我从来都把你们当成我的家人，妹妹也是我唯一的妹妹，我没有不想找到她。真的不愧是得过奖的主持人啊！场面话真的张口就来，你到底有没有一句是真心话？我错了，妈，资料给我吧，我马上就去。不用靠你，靠你不如靠我自己。敷一下吧。不用了。你想让别人看笑话吗？
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嗯。你不要告诉小海。我像大嘴巴的人吗？你哪还疼不疼？我在想，你在新西兰喝得烂醉，是因为你妈吧？我跟你讲一个我们福利院的故事吧。喂，思远，怎么了？林妈他们又做了一次 DNA 测试，说上次做的是错的，说我真的是他们的亲生女儿。这怎么可能呢？上次鉴定的结果，
明明就不是亲子关系，不是吗？这有什么不可能的？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我拿着4月的头发去了好几家鉴定机构，结果都是我女儿。既然这样，那我再去确认一下吧。傅夏，我去吧，上次也是我去的。那我陪你去吧。不用了，你留在这儿陪4月吧。我去趟检测机构，马上就回来。好吧。叶小姐，叶小姐，叶小姐，我求求你！哎，你这是干什么？叶小姐，我求求你，你就当4月是我们家丢失的女儿吧。不是，你这什么意思？你起来说。其实我们也知道4月她不是的，但是我妈的心脏病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我们不敢再刺激她。她苦苦找了20年的女儿，就想在临死之前见她一面。她上次见到4月就激动得晕倒了。叶小姐，我求求你，你就当4月是在做善事，骗骗她行吗？这个，你先起来，起来说。我不起，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求你了，叶小姐，求你了。看起来，这家人也是真心对待4月的。如果4月成了他们家的孩子，或许也能再多得到一份妈妈的爱。结果怎么样？检测中心弄错了，把之前一对父子的结果弄成我们的。我的好孩子，我可找到你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搞错了，我找他们算账。哎，别去了，我已经教训过他们了，这是我的工作关系，不然会弄得很麻烦。我们要的就是一个真相，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了。